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記12章產婦潔淨的條例，上主閣命令摩西，就對以色列人宣布，若婦人人懷孕生後生，伊就無清氣7日，甲經期內哪3個日無清氣同款。第8日，迄個嬰仔就受割禮，婦人人要得流血，就待佇厝內33日。潔淨的日滿以前，毋通蒙聖的物，嘛毋通入聖所。伊若生查某囝，就無清氣14日，甲經期的時無清氣同款。伊要得流血，就待佇厝內66日，才清氣。到潔淨的日滿，無論生後生，還是查某囝，伊就獻一隻1歲的羊仔做燒化祭，一隻粉鳥仔，還是放假做贖罪祭，帶來會幕門口交予祭司。祭司就將這個獻予上主，為伊贖罪，伊就無過因為流血無清氣。這就是婦人人生後生還是查某囝的條例。伊若無夠力通獻一隻羊仔，就得用2隻放假還是粉鳥仔，一隻做燒化祭，一隻做贖罪祭。祭司就替伊贖罪，伊就清氣。